后来啊，什么时候？现在我彩排，要彩排给你看看那个画面，什么都看到的啊。哦，然后这些人呢，有些人呢，喂。我觉得这个可以拍，这个也可以拍，这个是产品了啊！大家都要见到那个它油面，又见到那个店，这个刚刚好啊，360啊。没所谓啊，先拍回去2.7K 啊，行不行啊？先拍啊，好吗？先拍啊。OK 啊。那么你站一些人过去也好，摆一些什么东西也好咯。因为有可能我不要这个角度，我就这个角度嘛，啊，就这个角度咯。你看有什么？